大家好，我係汪明荃，佢係羅家英。咁福星粵劇團咧喺嚟緊嘅11月1號至到6號喺西九戲曲中心咧演出6日2套戲嘅。呢兩套戲咧喺1號同3號咧就演出戰縣城，4號至6號咧就演出大鼻子情聖。特別嘅地方咧，今次家英哥咧就做曹操，咁呢個張繡咧就由黃志良演出，咁我咧就係做一個嬸娘啦。大鼻子咧，我哋去年咧就演出過嘅，咁今年咧我哋再排過，亦都將一啲劇本咧係收緊咗嘅，咁就會更加精彩啲。咁希望觀眾嚟到欣賞咧，就係會更加喜歡咯。希望大家快啲買票支持啦！多謝你，多啲支持，多啲支持，多謝支持。福星粵劇團演出成功！福星粵劇團2025演出成功，大家記得買飛，多多支持。希望大家快啲買票支持啦！多謝你，支持，多啲支持，多謝支持。